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天空之桥，是当地真情的观光景点，捌到过国际建筑奖。但是美丽这个壁面，互人画红插白乌白母，里长真生气来报警。警方已经采到这个现场的指纹，要把这个破坏擦甲装出来。 清水模的壁看起来真水真美丽，不过却出现低头多样的喷擦。对边看过，阁有笑面乐会二样，全部用红色喷擦喷伫壁顶，变做一个对比，破坏桥面的美感。 互人乌白喷擦的桥是伫云林北港的天空之桥，捌得到国际建筑奖有特别的清水模造型，吸引袂少人来遮翕相拍卡、翕结婚的相片，是云林上清的景点之一。不过原本真美丽的桥，却互不明人士破坏。是唔好啦，画安尼乱七八糟啊，无公德心。你爱人啊，不要乱到画的。假扮行为人，时常带小孩子来这边运动，这样真的对景观非常的不好。 民众嘛看到人气，唔知影得过奖的天空之桥，哪会有人想要破坏？图也无好看啦，安尼哪好看？画一个桥遮水啊，画安尼哪会看？喷安尼做唔甘的，我有报案哦，到警方来处理。里长讲，当时无看到喷擦的人，敢若看到红等伫现场的喷擦管啊，加上附近无监视器，去甲赶紧报警，通知镇公所来处理。 镇公所随派人来清理红色的喷擦，而且嘛配合警方的调查。警方嘛伫喷擦管啊采集到指纹，会全力来抓这个乌白喷擦的人。好，民众莫伫公共建设乌白喷擦，也无有可能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相关的单罚6000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